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18章到37节，约翰福音18章33节到37节。和本圣经在156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吗？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这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以上，这是我们请本堂牧师许牧师来讲到，题目是为此而生，为此而生。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么恩待着我们，让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来到圣殿里面敬拜你，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看顾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的圣灵亲自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时间过得很快，一年又即将过去了。有时候我们说这个时间很快，有的人又觉得很慢。在昨天晚上周六礼拜，我就结束后问几个学生，他们说真的有时候过得很慢，因为呢，好像一年一年过得很慢，学习在学校有点痛苦。但有时候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工作，我们会惊然的发觉，这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又到了一年即将结束了。那我们回想想看，过去上帝其实有数不清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恩典在我们的生活的周围。今天虽然是感恩节，它不是我们基督教里面的一个节期，但是却是在这个时刻，让我们再去思想，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一个恩典。感恩节虽然我们没有像美国他们吃火鸡，可是我们有的人会借口要来吃大餐。虽然我们看到圣诞节已经开始布置了，可是过几周之后，我们就会发觉到处都是圣诞老公公的装饰。所以我们要去思想的是，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感恩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感恩的意义，感恩节的意义是在于我们都会经历过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更加要在这种经历当中去数算上帝的恩典，上帝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些恩典，而且诚心的献上感谢。不仅如此，更要学习与其他的人，也就是陌生的人一起来分享。所以这个时刻，我要请各位弟兄姐妹把你的眼睛闭上，那你想想看，在过去的这一天、这个礼拜、过去的这个月、过去的这一年当中，你有哪一件事情是你觉得最值得感恩的？你把眼睛闭上，好好的想一想，一定有一件事情是那么特别的，这件事情改变了你的生命，这件事情改变了你过去的一些状况，才让你今天可以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当你想到之后，你要献上一个感谢。谢谢天父上帝，你过去的日子里面，让我们都领受到你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件最特别的领受，为此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你的带领，使我们生命不一样。若是没有这样恩典，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现在的情况会是如何。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时随地都充满着恩典。
举个例来说，我们身上都有手机。昨天我问学青，在周六礼拜有人没有手机，不过那很难。我们现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手机，有手机是不是一个恩典？是的，它缩短了你我的距离，它让你要找的人你可以找得到。回想10多年前还没有手机的时代，我出了社会，我在做业务，常常一离开公司就是怎样消失无踪，因为公司的人找不到我。然后呢，渐渐的呢，有出现了一种产品叫做呼叫器。我想我们在座可能有些人有用过啊，公司要找你就打个呼叫器，就哔哔哔哔哔，你就去回电话。可是你不回电话呢，公司还是找不到你。时代的演变到现在，我们都有手机，通讯非常方便，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跟很多的人来联络，随时随地我们可以去想到我们所思念的人，我们就打一通电话给他。这个就是恩典。再举个例来说，我们很多人都有近视，我们都戴着眼镜。我们试想着在几百年前没有眼镜这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如果有近视的人，我们其实看东西是看不清楚的，我们无法去体会到那真真实实的那种世界的感觉。感谢上帝，因为有眼镜，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让我们跟人之间的互动也更加的明白对方。这都是恩典。所以在每一样的东西里面，因着上帝给人智慧，让我们去发明了或发现了这些东西之后，让我们可以使用，让我们生活在这些恩典当中。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用途，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功能。那么当我们生活在这么多恩典里面，我们也开始要想想看，我们存在这个世界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在现今的社会当中，在整个大环境里面，在台湾的处境里面，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政治经济的议题摆在我们的眼前，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耶稣的处境很艰难，他如何的艰难呢？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向天父上帝祷告的时候，他在祷告当中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即将面对的那个处境，而且这个处境也是要应验圣经上面所说的话。所以他第二次又去祷告说，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他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所以随后他就被大祭司所派来的兵丁抓了起来，然后带到会堂里面。会堂里面有那些祭司预先预备好的那些人，在做假见证，要来指控他，要来诬陷他，要来定他的罪。当中也有许多的群众附和着这些祭司、长老、文士，说定他的罪吧。祭司就问了群众说：“你们觉得应该如何？”他们这些群众的回答是说：“他是该死的。”在当时的环境里面，祭司没有权利去判定人的死罪和执行死刑的这个权利，所以就将耶稣送到总督比拉多那里。耶稣所要面对的，不单单只有祭司、群众，还有罗马政府的法律和规定，整个大环境来讲，对他都是不利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从他所说的这些话里面找出各种理由来陷害他，来定他的罪。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经文说，比拉多又再一次的进衙门，把耶稣叫过来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比拉多这样问，显然他清楚知道他被指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从4福音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比拉多在问他这句话是同样的一个记载。比拉多问这句话是要确认自己所听到的那些传闻是否是真实的，而且就是眼前的这一个人。比拉多发现他这样的问，可是耶稣的回答却很妙。耶稣说：“这话是你自己讲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到底是你自己想的呢，还是你所听来的呢？”比拉多这个时候发现，他所面对的
这一位可能是一个他从来没有预教过的一个有智慧的人，或者是不同于一般人有一个特别思想的人，所以他就很生气的一个回答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们。”比拉多知道了，而且他生气了。接着他问了一句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的回答其实好像不是要让自己脱罪离开那个艰难的处境，而是好像把自己越陷越深在那个处境当中。为什么呢？其实耶稣知道，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在这个世上的一个使命。所以当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致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问他：“你做了什么？”他却回答：“这是我的国和你的国。”好像两个的讲话没有交集。耶稣在面对这个代表着罗马政府和外邦世界的这个比拉多的时候，他被质问他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他并没有回答，他反而回答的是我的使命是什么。比拉多他所代表的是这个世界上的权势，他拥有着军队，拥有着士兵，拥有着罗马政府的这些法律规定。但是耶稣说，若是这个我的国是属于这个世界，我所有的政治家，我的军队都要为此而打仗。他不是从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建立的。所以耶稣的回答某个意义上面，我们来看是跟比拉多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比拉多再一次问他说：“你是王吗？你是王吗？”耶稣的回答说：“你说我是王，你说我是王。”耶稣此时此刻很明确的、确定的声明了他是王，而且告诉比拉多说他的国度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而且很清楚的讲了这句话说：“我是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不但声明，而且确定他的身份，更加确认他存在的这个目的。各位弟兄姐妹，上帝非常爱我们，真的，他非常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他也非常爱这个属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想尽办法要让我们认识他。无论我们身处在哪个时代、哪一个环境，或是我们遭遇到任何的困难、顺境，上帝早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到那唯一的一个恩典。所以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你再一次想一想，此刻的你，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坐在这边一起来敬拜上帝。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个想要和欲望，常常是以自己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的身心灵常常无法获得那种真正的自由与平安。如果你们看到周报，我的大纲里面后面有一个1919环台的一个募款，我也有个欲望，你知道环台单车环台就需要什么？单车。当我们决定要去环台单车的时候，我就是开始想，好，开始去找我需要什么样的单车，就从最便宜的开始看，2-3千块、3-4千块、5-6千块、1-2万块，越看越大。有一天我忍不住跑到脚踏车店去看，哇，有一台好棒哦！结果呢，它的价格是个十百千万10万6位数以上，我的欲望很大，可是呢，我没有得到真正释放与平安。当我回到上帝面前再一次祷告的时候，我才得到释放。我们常常会被这些欲望想要的东西给辖制住了。尤其最近的政治新闻当中，有许多的问题显示出台湾已经在一个很严重的情况下面。比如说，有些基金快要破产了，政府的对内对外的一些作为，也让我们陷入一些困境当中。那么，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或者是说，你可以做些什么事？若是从社区和社会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我会比较关注于在那些真正需要的人的身上，那些真正需要被帮助的家庭的人的身上。我会关注住在我们教会四周围的这些居民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如何跟他们连结呢？我们要如何去明白而且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呢？也因此，在曾牧师的一个看见下，我们预计明年要办一个社区报。这个社区报的这个方式是要让教会在这个社区当中负担起我们在这个社会中的一个社会责任。我们要需要各位弟兄姐妹的帮助，来共同的参与设计、编辑等等的一些事情。更重要的是，因着你们的参与，使我们教会在这个社区当中尽到社会责任，尽到很好的一个连结。然后藉由这样的一个刊物，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社会，我们居住的社区，他们真正的需要。10月底，我跟传道一同到美国的堪萨斯市，到一个 Heart of Life Church 去观摩 Judgment House 一个审判屋的一个戏剧的布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一个很特别不寻常的事情。堪萨斯，我们到那边，它是美国的中部，是农业的生产的大镇，它生产玉米，生产黄豆。但是我在这几天跟他们的相处过程里面，我看见他们有好几个家庭，他们有好多小孩，每个家庭大概都有3、4个、4、5个。可是当中就有那个比较特别显眼的，有那种东方人面孔的小朋友在里面。我经过了解之后，这些小朋友都是被领养的。他们有的来自于台湾，有的来自于越南，有的来自于缅甸、泰国等等的地方。所以我不禁好奇的再去仔细的了解，为何他们有这么多的人，他们的家庭有领养这些小孩，他们本身自己就有小孩，有的还很小，有的是在青少年的阶段。了解之后知道，原来大约在2、3年前，可能是时间在2009年左右，他们教会的牧师跟他们讲了一段话，我们用自己的话再把它整理过后，他说：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蒙受上帝的祝福，领受到那满满的恩典。我们大家的生活都已经很富足了。这个富足指的是外在经济上、家庭上面的富足，工作上的富足，以及他们内在心灵上、信仰上的一个富足。所以这个牧师说，我们开始要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我们要去照顾他们。他们经过祷告、经过连结之后，在上帝的带领下，他们开始了领养小孩，而且是由他们的牧师开始来领养。他们将从上帝那边领受到的一个爱和恩典分享出去，也因为这些被领养的小孩，他们获得更好的照顾。为了要让他们有这样的更好的照顾，他们有的原本只有一份收入的家庭，他们开始出去做一些兼职的工作，为了使他们领养的小孩获得真正的一个照顾。这些小孩当中，来自台湾的，有的是艾滋宝宝，有的是未婚怀孕生子的，有的是有严重气喘疾病的。可是在这些家庭里面都受到很好的照顾，因为我从他们的说话、行动跟人的互动当中，明显的看到他们已经生活在上帝的爱中，他们已经领受到上帝那丰盛的恩典了。所以我就不禁在想，那么在台湾其实还有许多的人需要被帮助。那么我们在上帝的恩典满满的领受的这个状况底下，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是基督徒，那么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耶稣的大使命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去传扬福音，使万民都成为他的门徒。如此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最终极的一个使命。但是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的使命，因为这个使命会使我们的存在具有一个价值。耶稣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要传扬福音，要知道自己的使命。首先要对时代有一个认识，对时代的认识就是你会知道你生活的实际情况。第二个是要对上帝有认识，也就是认识圣经。第三个要对自己认识，认识自己才知道自己的才能、自己的使命。在这3方面的一个认识之后，你就可以明白知道台湾在这个时代它的真正需要。我们可以从经济、政治、环境、公平正义等等的议题去了解到，认识上帝，可以知道上帝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要求。我们可以从新约、旧约中去得到提醒，得到教导，对自己认识，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吗？对外是个宣教的教会，对内是个祈祷的教会。这是我们的意向，我们要去努力的，也是我们的使命。3年多前，当我神学院快要毕业的时候，我有一个领受。我的领受是，教会要成为需要人的一个帮助，要成为一个资源的平台，要连接这些资源给需要的人。在这来到迦南教会这几年下来，我们有一个资源常常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应该会很熟悉。他在我们教会有但以理学院，以及或者是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当中，我们有使用他们的秘书长夏仲坚牧师的宣教人生、敬拜人生、团契人生，作为我们灵命操练的一个课程的内容。在资源上，救助协会他做了很多，其中有救助挑战营，有急难救助志工，有信仰造就的课程。但是今天我只跟各位分享他们当中的其中的一块，就是社会救助的工作。这社会救助工作其实我们已经有连结了，有急难救助金，有1919食物银行，还有一个课后陪读。在过去这些日子里面，各位常常都会看到，从6月、7月开始的周报都会写到牧师团环台练习，或是牧师团单车练习。就有些弟兄姐妹很好奇的问我说：“牧师，你们是要去做什么？”其实我们做这个背后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就是我们要连接这些资源。那这当中，从救助协会那边有一段影片，其中的一段影片，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他们所做的。我每次去哪里，他都跟去哪。怎么去家里啊？对啊，你以前自己回来都怎么回来？我从这里。你这样进得去啊？进得去啊？怎么可能？真的，我给你看。好了。这么窄，那爬到哪里？爬到最前面的地方，厕所里面。厕所。包好不好？我会那个这个1啦，然后你找我啊。环境比较不好，就是要舌头，我会比较担心。我送到那边，然后我会看他，会带他下去。如果没有人，他就是从这个小门。妈妈有在哦，喂，你有在哦。这样子送他，几乎都是没有人在家的。有1个礼拜有4天的话，其实几乎都是不在的。
种来，还好有那个他养的那个狗叫小白，会陪他。那是我酒驾不小心进去的啦，这个妹妹又不能带进去了，所以害妹妹这样子。妈妈就是在观念上可能就所谓人家说的少一根筋，那你跟以为的个性差不多，就是很单纯。1号，你不要给他吃那种很硬的啦。我那天给他喂饭啊，没有钱买奶粉给他喂饭，大便很像那个肉。没有钱哦，他是喝什么牛奶？给他买最贵的，你看啊，没有就给他吃饭吃稀饭啊。妈妈，你开灯一下啊。是啊，会吃水啊。哥哥在吗？不在。来帮你。他很会踢哦，太亮了。有。通常都是指定在内液的第一等层。很凉哦，那个尖尖中间不能用到，他会受不了。那你干嘛买2个啦？那个比较便宜呀，小姐。这小小的不够了。L 呢？他那么胖，只能这样而已。这样而已啊。全部都坏掉了。因为这里没有厕所，所以以为如果上厕所，你叫一个人去吗？还是你会陪他？用袋子啊？什么用袋子？真的还假的啦？真的，我也是用这样啊。用袋子。甚至他没有洗澡，忘了洗，因为他们是用木头去烧开水。之前他身上比较有异味，他们会比较排挤他这样。被学生被别人骂。被骂什么？Fuck you！ 他骂人家骂指甲，当做没听到就 OK 了。他被同学骂，他也不会放在心上。他的想法会比较正面一点，他负面的那种想法比较少，非常少。先不要拍，我们在实验。喂，画画的时候还可以调颜色啊，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啊。在课业上，其实认字的非常差。他来的时候，我们会1对1去陪他，教他，然后甚至在注音的部分会去教他。我们国小的教育啊，他根本没有办法跟上，所以他幼稚园的那个阶段，他可能也还没有办法跟上。站20分钟，因为一个功课10分钟啊，你忘了带2样功课，所以呢站到2，对不对？他今天国旗没有带，你这边没有带东西，你就会被罚站。贾以威，不要乱动，你还有9分钟。在陪读的过程，我们发现他很聪明，要有人去陪到他，然后要让他知道说自发性稍微强。所以以为这个孩子其实在教会里面算是蛮单纯的，啊，就是他家庭那个部分没有办法给他的，那教会里面还有这些老师志工啊，都能够给他更多的关心，然后告诉他一些正面的观念，然后肯定他的价值，甚至你将来成为一个有帮助我的人。好，接下来还有谁举手？你在你这个家，你觉得你幸福吗？幸福。是幸福的，对不对？给你要说什么？不客气。好，还有谁举手？有上。觉得他们真正实际需要的，除了这一些的资源之外，那进一步我们也想关心到他们，希望他们自己能够起来，能够真正把这个家庭能够建立起来。就不敢喝了，对啊，是蛮可怜，因为在里面带小孩真的很可怜，对啊，会在这个
我就不太会讲话，就非常感谢他们，真的，他们里面的我都很感谢啊，我就说不出来，就是那种恩典我不会讲啊，太多了啦，太感恩他们了，他们让我想哭，不好意思啊。我的弟弟呀，因为弟弟他都没有什么玩具，就给这个给他。这是他的眼睛，这是他衣服的钻石，这个是他的牙齿，这是他的钻石。在我们陪读班，不是只有以为这样的小孩子，其实还有很多。那只是这是一个小部分的，我们也想说能帮忙，能帮一点就一点。那老鹰呢？他明明是小孩子，希望他真的更好。上一定有那个天分，你根本没办法。比如说。每一次看这个影片，不单单是只有这一段，其实我都很感动。每次我都在思考着，我能为他们做什么。但是此刻，我明白，我存在的意义和我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寻找、连结这些资源，给每一个需要的人、需要的家庭，或者是说单位获得协助。陪伴他们去走过他们生命中这个艰难的时刻，所以我在此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对于我们所领受到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这么富足的一个丰盛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有几个行动来做回应。第一个是当你看见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这个困难不一定指的是经济上，有可能是心灵上，有可能是在信仰灵命上，他们有需要协助或陪伴的人的时候，请你来告诉教会。当然我们可以运用我们已经知道的资源，我们手头上有的资源来协助他们。若我们没有办法帮他，我们就会寻找其他的资源。第二个是，当你知道有哪些团体或者是单位，他们有某种资源可以使用的时候，也请你来告诉教会，让教会将这些资源连接起来，去产生更大的力量，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第三个，也就是请各位弟兄姐妹，将上帝给你们的恩典、赏赐，与这些人一起来分享。我很记得我们教会郑牧师常告诉我们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无法亲自到那个地方去。今天这个地方这个个案是在台中的无期，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他们，可是我可以用我们的行动去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在那里的家庭或需要的人，由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做这样的一个关心和服务。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年底要去环台，它背后真正的一个目的，而且真正我们要做的。这个资源，从去年陈牧师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环台之后，他回来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在今年牧师团就决定，我们要有2个名额，有没有接力？陈牧师跟师母他们是从台北到高雄或者是屏东，我跟郑牧师是第2个礼拜从屏东走东部回来到台北。
在这过程当中，不是只有骑单车而已，会去拜访在地的一些教会，也去关心这些家庭。如果你要知道更详细的情形，你可以问郑牧师，可以问陈牧师，也可以来问我。1919爱走动环台这个单车，对于我来说有2个意义。第一个是我用行动来去参与、去了解他们所做这个事工，以及他整个运作的方式，以及去亲眼看见、去关心那些受助者的家庭。第2个意义，当然也就是借由骑单车来运动，保持有一个很好的体力和身体，才能继续为主来服侍。今天的经文，耶稣说：“我的使命是为真理作证，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凡是属真理的人，一定都听我的话。”那么，当耶稣说我是为此而生的时候，不知道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是为何而生呢？为此而生对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马太福音25章后半段有说，当我们看见有人饿了、口渴了，有人外出，有人没有衣服穿，有人生病，有人下在监里的时候，你会如何做？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上帝的爱，跟他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所领受到的这个恩典。教会在做的很多社区服务的工作或社区的事工，从松联大学、生命教育、医疗关怀、安家银行、环境清洁、恩友的关怀、少年抚育院以及弱势家庭的探访的这些事工里面，其实在未来，在教会对社会和社区的关怀，这种传福音的事工，会因为看见他们的需要，渐渐的增加，或者是说我们做得更深入，做得更好，这都需要各位弟兄姐妹的共同的参与。所以我们要记得，不论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它是大或小，我们都是为主耶稣在做的，我们所做的都是做在主耶稣的身上。耶稣的大使命是要我们去传扬福音，传扬福音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领受到这丰盛的恩典和爱之后，你是否愿意去分享给那些需要的人吗？请各位可以行动，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的生活都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富足了。我们也知道，我们身处的环境当中，还有很多的人，他们有需要。这个需要不单单只是在生活上，在经济上，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灵的贫乏。愿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的行动来回应你给我们的恩典和满满的爱，与他们来分享，让他们也来认识你。愿主看顾我们，让我们有勇气、有能力去付诸行动。这时，我们要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罪的诫命，我们一起要来同声的来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